它这个位置是在海尾寮排水的一个下游哈。海尾寮排水没有整治之前，常常就是在安庄路这边呐哈，还有芝山店呐，然后整个朝皇宫这边整个都会淹水嘛哈。那陆陆续续在经过这几年的整治以后哈，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朝皇宫这边已经没有再淹水了。那为什么没有淹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海尾寮排水的下游哈，把它渠道拓宽了，然后设置了2个抽水站，一个叫海环抽水站，另外一个叫海尾寮抽水站，好，就这2个抽水站设立完以后哈，那整个在下游这一部分呢，已经就很少有溢淹的情况。但是在中上游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哈。那所以我们就想在13店啦然后安庄路啦，然后在总头寮新寮这边设一个抽水站。设置完以后呢，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整个一个滞洪池呢，再利用现有的渠道当做滞洪池来利用哈。这个完成了以后，对整个安南地区海尾寮排水淹水的情况会大幅的改善。鉴于去年呢凯米台风所下的急降雨，造成我们整个安南区部分地区的一些积淹水状况，我想安庄抽水站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安南区，特别是我们的海东里、原店里还有西新里特别是海尾寮排水这个水系的相关周围能够让大家更为安心。有这对海尾大排了过来渐渐的拢有差，尤其是迄个安庄路以前说安庄河，安庄路这条迄个这条还有清过了，东安路这条路含先有清过了，差不多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特别在汛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安中抽水站的设置情形。目前为止已经完工了。在过去安中抽水站没有设置之前，还有这个海尾寮抽水站没有设置之前，其实这边不管是朝皇宫或者中间的地区，因为地势地洼的关系，每次台风或者短延时强降雨都会造成淹大水，那最高会及胸部所以说这个蛮严重的。那也因为设置了安中抽水站安中抽水站还有条抽水站，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1秒钟可以抽24 CMS， 就是24公吨。这样当闸门关闭以后，把这个内水然后抽到下游去，那这样子的话，让中间就不会淹水了所以说对于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9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议会定机会自由发言，议员陈宏宇为交通安全到网红随意大方向，我学警方一直到路口监视器，是毋是有够使用做即阵？对此，议员嘛指出，有线电视的监视器有服务的优势。不但会当降低建地的负担，而且阁有责任保护。议员陈宏宇伊直交通的安全，首先伊直今年2月一件交通事故，明明是路边违停，造成女技师倒车，结果去用对路，甲原先承办的员警认为路边的停车无责任，无愿意采取被害人提出的证据，结果被网方带方向，指责警方施加压力，后来经过车祸鉴定。证实有其他车的造迹，要求警方是不是要对网红来提告？当时的事件是女大生因为临停的车主还有行人还有百万名车车主，他只要求要把旁边的车主、临停车主跟行人写进来。今天车建会的报告出来了，的确有主责跟其他的责任。局长，我要问你的是，要不要提告？要不要替第1分局的分局长洗刷不明之冤？你要不要协助他告啊？可以啊，如果他愿意，我们会协助。市长，这就是网红啦，不要认为每一个网红都是好的，那我们遭受网红的攻击非常多。您讲得很对啊，台南市政府被人家带风向攻击也不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面对这样子的
不合理，而且事实上根本没有经过专业的鉴定，他就可以擅自对外来下结论的这样的情形，我觉得他应该负起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另外，有关市府将动用第2五备金，伫山区的非法弃置的热点来增设监视系统，提升强化防治的能力。议员对此嘛建议警察局希望会用比较民政单位，甲着有线电视来合作，用租用代替购买，降低建地的负担。对此，市长嘛表示认同。这是警局的他的警察有职业病，就是看监视器。再来一部分，天气热，警员还要额外去现场查看，我觉得非常的不妥。但是我们看民政局，它其实有做一件事情非常棒。好，有线电视的监视器，它是可以用租的方式，所以市长在节省节源开流的部分，它其实以租代购，甚至有线电视的监视器，是不是会更好？动用第2备金可以更造福很多山区的。市长，你支不支持这样子的改变？对，我刚刚讲说，那个本来就是要动用民政局的以租代用，而且它电费跟保养都不用我们负责。为强化社区安全的防护，市府民政局伫今年编列1500多万的预算，推动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的补助计划，伫全市649个里，增设1298组的监视器。如果预算充足，议员嘛希望会用来扩充。对此，民政局即回应：如果有线电视布线充足，有需要的所在，还是会加有线电视来配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面对林德牛条遗址保护范围的争议，立委陈田辉顶礼拜参加守护牛条遗址联署行动以后，深刻感受到当地居民对自然甲文化的情感。所以19号召开跨部会现刊，邀请当地里长、议员、地主大藤公司以及中央甲地方政府相关单位，前往虎山实验小学的牛条遗址勘查，要求爱重视保护这地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遗址。面对虎山林地无能力指定遗址保护，林地区成功里的居民在地里长郑清的号召之下，自发发起联署行动，短短几天就超过100人响应。陈田辉指出，就是这股民间的力量，互伊决心为地方发声，亲自整合中央甲地方单位到场会勘。特别邀请我们台糖公司因为台糖是这个地主啦还有邀请文化部跟文化局相关的文化资产的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勘。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文华路以东已经确定了我们文化资产的这样的身份，文化遗址的部分但是文华路以西还没有。可是最近有听到有台糖公司说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开发，所以我们今天特地邀请相关单位来到地方，包括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的吴宇环议员、曾之杰议员、宜珍议员，大家一起来，然后针对这个事情来做确认。那目前我们就是初步结论，就是请台糖一定要保留这一块原始原貌的一个地方，不能去做开发。那么文化部跟我们文化局就文化遗址的部分，要去尽量这样子找寻资料，然后调查。那我们希望台糖给予时间跟空间。对于所有的一个文化遗址的一个确认，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台糖能够保留所有的一个状态。虎山林地离盎然，空气清新，是真侪民众运动踏青、翕相流量好所在。关心这片自然景观气甲流，议员曾之杰嘛到场收听。那也希望呢。这个我们台南市政府呢，能够重视里长的心声。如果你们要将这边有所做变更，是否先来跟在地的里长跟在地的这个民众来做一个深入的讨论？因为毕竟以前这边是遗址区，那这么漂亮、这么优美的环境呢，在这个都市生活呢，我相信是现在大家呢，求之不得的。在这个都市在进步，要求新求变，发展更多的建设当中呢，大家要有个取舍，想要保
保留绿地，想要做新的开发呢，在这个中间呢，需要取得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在今天呢，特地跟很多的这个相关单位还有媒体记者来到此地呢，希望呢这个遗址区跟保护区呢，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定定。陈廷辉表示，牛潮仔遗址距离即马已经有3000到4000年的历史，是台南地区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然而目前只有文化路2段以东被指定为法定考古遗址，引发地方的疑虑。伊认为牛潮仔遗址不应该是保护一半。针对遗址保护争议，立委陈廷辉强调，之所以召集文化部、大唐公司、文化局，就是希望透过跨部会对话，互行政定数甲在地民意有对峙空间，希望中央甲地方共同正视保护文化历史责任。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为日本时代留落来载糖的客家段专用铁路，已经荒废46栋。当地山寮社区去年种出700万的绿美化工程，不过无法度全线串联，非常的可惜。所以客家区公所就提出进行后续660公尺的工程，由立委林俊宪向中央争取经费。19号现场会勘以后，确定1500万的工程费会由水保署全数负担。客家山寮社区去年向农村水保署所争取的糖铁线再利用绿美化工程460公尺长的规划，已经成为民众新的休闲观光步道。不过，较可惜的是，该糖厂的废弃铁道无法度全线串联。为了提升整体规划，发展成当地观光焦点，客家公所已经提出改善全长660公尺的无障碍通行绿道延伸工程，幕后地方相当期待。我的里面非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啦吼。未来这段完成了，我极大希望就是咱个全线拢开通，安尼较袂浪费这过去开启的经费吼。里面我做个对咱地方的休闲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啦，因为这段的里面话关键这个地方要走到那么好的铁道能够合法再利用是足少的啦。对此，立委林俊宪听到地方的心声，19号嘛邀集农村水保署、大唐、市府观光旅局甲客家公所等单位来协调，顺利争取1500万的工程经费。山双郡滨海的串联计划，但是它有中断，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中断的地方给连接起来，所以我来到客家，我们做糖铁的一个绿美化的一个步道，希望能够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人行以及自行车步道，这会成为大本门地区一个亮点，可以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运动来这里休闲。所以我们给他揭开这个所在，大概这一期要完成大概有660公尺，总经费1500万，那完全呢由中央来负担，我们地方也不必有任何配合款，只是以后的维护再交给我们地方来做。当载糖的铁路成为历史，不过现地空间如何规划再利用，嘛成为地方期待发展深度旅游的焦点。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最近天气真热，加上了几啊天的雨，互人烦恼病媒网滋生会产生天高热。在议员林美燕甲陈培雅牵线之下，台湾宜山国际自然事业发展协会甲在地保养品牌的合作，捐出第一批1万支的防蚊液，守护第一线的海巡兄弟。来到负责海岸管制区的安检、避免走私等其他犯罪调查海巡署第4海巡队，其实嘛不时传出爱执行有人渡水的海上救援任务。对此，为了感念海巡兄弟的辛苦，同时避免因伫高温加上连日来降雨，容易生网虫的环境所影响，议员林美燕甲陈培雅牵线。台湾宜山国际自然事业发展协会甲台南在地保养品牌合作，推动了防网水关键公益计划。18号率先捐予海巡兄弟，由队长简义成亲自接下这批物资，让民温馨。第4海巡署这边，他们平常对环境的要求就是很落实的一个落实啊。
但是蠓仔嘛是会来呢，就基本蠓仔嘛是会来啊。所以我们接到第一资讯，就是说我们的圆山国际慈济事业文化发展协会，我们这个协会里面他就想说既然真的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赶快去做一个防风衣的，就是送给我们的这些弟兄。那这个弟兄在就是保护国家的第一线的时候，能够保卫自己。预防胜于治疗之外，巡道清刷也非常重要。希望借着这样的记者会，由各位媒体先进散出去，让更多的爱关注到基层的英雄，也提醒说我们台南市的市民能注意到登革热的来临，大家一定要备战状态。协会表示，这批天然环保、无含化学成分的风马水，拢是自工、手工所制作，嘛互议员现场就提起来试喷。协会嘛强调，今日的公益行动就是一个开始，这个热天将持续爱心守护、传播关怀。给第四海巡队是一个起点。后来呢，我们希望呢 ，OK， 董事长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如果各个单位有任何的需求的话呢，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系。该关键行动不只是协会持续落实公益的一环，更希望借此唤起大众对基层工作者的关心，或者点点付出的英雄感受更加侪温暖加力量。台南新闻军籍采访过的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是山野的故乡，也是全国山野上大的产区。市府农业局将伫6月21号到7月13号举办2025台湾山野季台南国际山野节的活动。市长黄伟哲嘛欢迎大家一定爱来台南品尝上界优质、上界好食的山野。热天一到，真侪水果拢进入生产期，其中台南产量上济、品质嘛济的山野上使人期待。2025年台南国际山野节将伫6月21日，伫走马路农场来盛大登场。市长黄伟哲甲着农粮署以及农会官员嘛提前为活动来宣传。台南国际芒果节已经有历史传统了，而且每年都有很好的成绩，而且台南的芒果占全台湾的芒果50%以上，所以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芒果产区。因此呢，我们这几年不仅是内销畅旺，而且从来没有说什么把芒果倒在曾文水库的也没有。但是不仅是销售畅旺，而且是外销，这个每次都越来越好。所以不仅是东南亚、东北亚，现在已经进军到欧洲了。尤其非常谢谢农业部的帮忙，防检署的帮忙，让台湾的芒果跟番石榴都能进入到欧盟市场。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努力，能够让农民的芒果销售更广，让他们的收益更好，让消费者都能品尝到最好的台南芒果。活动中邀请在地歌手，有山野公主称号的超友，找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为活动来揭开序幕。今年台南国际山野节以着盛夏锋芒为主题，一系列的活动将对6月21日起陆续来展开，欢迎民众做伙来台南采购新鲜的山野，以及各种山野的加工品，品尝热天甜蜜的滋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不是医生买当救人一命。基美病院响应全国器官捐赠宣导周，举办真侪场器官捐赠宣导活动，呼吁民众主动注记捐赠的意愿。现场一位接受器官移植的吴小姐，嘛讲出自身的经历，大力支持器官捐赠。32岁时因肾衰竭，吴小姐开始洗肾，患病后没有生活品质的日子，一度让她几乎放弃。然而17年前的一通电话，拯救了她的人生。重生后一直心怀感恩捐赠者的大爱，现在她以亲身经历支持器官捐赠。肾脏移植我移植了17年，
我很感谢奇美医院医疗团队、医职医疗团队帮助我，让我重生。我现在就是也很感谢捐赠者，天上的小天使，我很感谢他，很感谢他的家人，大爱无私的奉献让我重生，所以我会很健康、很快乐、勇敢的、很努力的生活。我等了11年，我才等到新的肾脏让我重生。然后我真的很谢谢大爱，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然后也很谢谢那个奇美医院的那个团体，然后帮我重生这样子。不是医生也能救人一命。奇美医院医疗副院长田宇峰呼吁：健保卡上留爱，让希望永不凋零。这个礼拜呢，是我们全国的器官捐赠的宣导周。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呢，可以再次呼吁我们社会大众对器官捐赠的认同。那只要认同这样的理念，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勇敢的签出这个器官捐赠的同意书，那让这份大爱可以透过具体的行动，可以来具体来实现。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等候器官人数约11259人。虽然每年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响应器官捐赠，但实际上能成功配对并完成移植人属少数，还有许多病人仍在等待一线生机。台湾目前来讲有11000多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那很多都是在等待中，因为没有器官的移植呢而失去了生命。那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惋惜的事情。那所以我们这边特别呼吁利用这样的机会，大家把这个器官捐赠的同意书把它签署。那我们日后真的在需要器官捐赠的那一刻呢，我们的家人呢，也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意愿的表达，可以代为决定，让这个大爱可以具体的实现。那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响应器官捐赠的活动。奇美医院医疗副院长田宇峰表示，每一位完成器官捐赠注记的人，都是在传递希望的使者。今天的决定，可能是明天他人生命的延续。呼吁民众响应器官捐赠注记，用行动写下大爱篇章，成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2025年台北夜市大牙节系列活动正式起跑，主题是美味关系乌白配，强调夜市的美食安怎搭配拢好食，而且延续往年举办的人气票选活动，今年阁增加魅力之星的奖项，要透过消费者踅夜市来发现具有潜力也具有特色的优质摊商。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市议员郭昭言以及台北市各大夜市自治会会长及代表一同启动仪式，宣告1年1度的台北夜市打牙祭系列活动正式开跑。今年活动主题美味关系黑白配，强调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玩的，夜市通通都有，邀请民众一起来逛夜市，发掘与夜市的美味关系。看到后面的背板就知道，今年呢我们用了韩国很有名的一个实境的烹饪节目作为我们的构想的蓝图。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们、更多的观光客们能够了解台北夜市的美、台北夜市的好。那我们今年很特别我们除了原本我们的票选活动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出更多在各个夜市的潜力新秀，让他们也能够有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个新的选拔的奖项。夜市大概是所有的观光客来到台北一定会去的地方。有的观光客可能喜欢去逛博物馆，有的观光客可能喜欢逛街，有的观光客可能喜欢去做其他的活动，但是到了晚上一定会去逛夜市，吸引我们中南部观光客，甚至是国外的观光客来到台北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一个原因就是夜市的一些特色美食各个夜市应该要彼此的串联结合，不只是各个夜市，而是跟我们的商圈、我们的市政府的跨局处的活动都能够去做整合，这样才能够是一波又一波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来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观光发展，然后引进各个不同的人潮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是未来要继续努力的。
活动延续往年人气票选夜市审美时，邀请民众推荐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夜市小吃，更新增明日之星奖，邀请民众逛夜市之余，一并发掘具有潜力的优质摊商。那今年会选择这个美味关系黑白配的原因，就是说，像平常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去夜市买鸡排就一定要配珍奶。那我们希望今年就是可以打破这个框架，每个人自己心目中可以搭配的夜市美食小吃，那可能是水煎包，搭配柠檬汁，又或者是说鸡排，搭配甘蔗汁，都有各种千变万化的可能。以往去年夜市打牙祭，我们每年都会票选夜市审美食的活动，那大部分都是所有的夜市摊商取前10名最高票的部分来当选我们的审美食。那我们后来有发现，就是说，可能一些比较老牌的摊商，那他可能每年都会榜上有名。那可能有一些比较新进的摊商，他可能就会比较像鱼。那所以我们今年就做了一些调整。那每个夜市都会有保障一些名额。那可能比较大型的夜市可能会保障1到3名。那中型就是保障1到2名。那比较小型可能就是保障1名。那我们今年额外的新增明日之星奖。那所谓的明日之星奖，就是说，在这些得奖的摊商以外，这3年内你都没有得过奖。但是你可能也是比较新进的摊商，然后也受到民众的青睐，那你就可以获得明日之星奖。来我们的夜市游逛的话，7月到8月可以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领取我们的夜市美食7折券。那这个是纸本券。那当然也有民众他习惯使用电子支付的部分的话，那我们今年也特地跟悠游付合作。那在7月到8月的期间，最高可以回馈到33%。那可能不喜欢出门的民众，那也没关系。那我们也有跟 Foodpanda 合作。那他可以透过 Foodpanda 的线上的外送平台，去点餐，去点我们的夜市小吃，买200折30，其实是蛮划算的。希望各位民众还有观光客一同共襄盛举。除了让大家齁夹齁康齁触鼻，配合暑假热潮，台北夜市打牙祭期间还推出优惠折价券，刷悠游付享回馈金，外送平台优惠序号等好康活动，邀请民众体验台北夜市的迷人魅力。台北夜市，真价好价。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你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老